棵咁靚嘅香葉萬壽菊，除咗可以睇，可以聞，仲可以摘落嚟，拎返去洗乾淨，蒸幾分鐘，再曬1-2日，就可以浸成花茶㗎喇。所有花茶都係由飲根茶嘅 Cynthia 自己種自己曬，有機天然無添加，仲有琉璃苣、金蓮花等等，成個花園都係食得㗎。想飲花茶，除咗上網買，仲可以去 Cynthia 喺圍村開，只接受預訂嘅茶室，古色古香，一啲都唔似喺香港㗎。